大家好，接落嚟係照護食推廣系列第2節。照護食係將飲食按照質地、結度等分為各個等級。今節內容係照護食食物部分，有興趣就可以聽一聽啦。照護食食物代表符號係到三角形，並且分為3到7級，一共5個等級。數字越大，代表需要咀嚼能力越大。事不宜遲，就等我哋了解下各個食物等級啦。等級7係原型食物，即係平時嘅所有食物，對食物質地同大細冇特別要求。呢類食物比較適合咬得好又吞得好嘅人。而7級入面有一類係腍身又冇骨嘅食物。腍身指以手指公用叉按壓食物，直至指甲變白嘅時候，食物會壓扁或切開，而且將叉移開之後，食物唔會恢復原形。呢類食物比如係魚柳、去骨魚肉等等，佢哋係屬於7EC級，即係容易咀嚼嘅食物。等級6係軟質一口量。等級6除咗腍身之外，食物亦唔會有水滲出嚟，同時仲要剪到好似手指公指甲咁大，即係細過15毫米。呢類食物比較適合咬嘢力度唔太夠又吞得唔錯嘅人。等級5係細碎濕軟，呢個等級要煮軟同埋要濕潤，但係唔會有過多湯汁或者有水滲出嚟。同時，食物細過4毫米闊，短過15毫米長，比如係濕潤嘅免治肉或者剪短咗嘅米線，呢類食物比較適合咬得差，每道食物忌人。接落嚟嘅第4級同埋第3級既係食物，亦係嘢飲。而等級4係糊狀食物或者係高度結嘅液體，呢個等級係唔可以有任何顆粒，亦唔會黏口同埋有液體滲出嚟。因為呢個等級夠結，所以用叉劈起嘅時候，食物係唔會持續跌落嚟㗎。等級3係流質食物或者係中度結嘅液體，呢個等級亦都係唔會有任何顆粒喺入面。而佢比起等級4更加順滑，流動速度更快，所以用叉係劈唔起，會持續流落嚟。而第3、第4級嘅食物基本上唔使點咬，所以係比較適合咬得好差嘅人士。同時呢2個等級經常會俾啲吞嚥情況一般般嘅人食用。至於適唔適合或者係邊個等級比較適合，就要視乎翻吞嚥或者係個人情況啦。記住啦，照護食食物有5級，適合食物等級對院友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院友飲食情況，或者帶咗啲嘢嚟俾院友食，但又唔知係咪合適嘅飲食質地，歡迎諮詢我哋嘅營養師或護士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